为了防止非洲猪瘟疫情拓开，现阶段是禁止用喷来饲猪。这猪仔无食，就造成处理喷的工课变搁较重。中华县环保局就表示讲，这段时间除了把喷送去焚化炉烧掉，卖加运用会向食喷的笋虫来到处理。 清洁队人员无用咧整理拄送到位的喷，台湾出现头一个非洲猪瘟，政府宣布全面禁止用喷饲猪。中华县每个月平均会有500-600吨的喷，即阵除了送非洲焚化炉烧掉，嘛有一部分会交予河米清洁队利用笋虫来接喷。非洲猪瘟开始的时候，咱这个拜我们接到环保局指示吼，希望讲我们的量能够展开吼。应该目前伫北中华来讲。 应该是可以去化这些熟厨鱼。咱中华咱公所收的这喷一个月才有500至600吨左右。过去会送饲猪啊，即马因收的这喷主要是送去咱焚化炉来烧，啊，若有一部分送去河边那边来做黑水网来饲安尼。 即阵喷的处理消化，正做非洲猪瘟重要的防疫工课之一。中华县河米清洁队今年5月引进2柜的笋虫货柜厝，利用笋虫接喷。即马禁止用喷饲猪的这段时间，清洁队嘛加派卡手来处理管内喷。即马的厨余拢已经来伫咱河米这边才甲咧处理啊，所以这个量已经爆量吼，所以咱这队员呢非常的辛苦啦吼，但是。 咱嘛会积极进来甲伊消化掉。每一个月最大化可以处理到300吨左右了所以希望民众免烦恼，把恁的生熟、熟熟照进前分类的分好。环保局表示，目前中华县内喷的处理量无问题，请民众免伤过烦恼。但是食面的量尽量准则好势，莫有剩。倒喷的时，先甲喷水摒清气，煞后的回收消化会较好处理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